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6月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美商台湾应用材料公司因为看好台南的产业环境，选定南科投资30亿，要起第2座新厂。上午盛大举行着显示器制作中心甲实验室的开幕典礼。副总统陈建仁嘛亲自到现场来感谢因加码投资台湾，并且强调台湾绝对是美国上介好的朋友。台湾上大外资之一应用材料公司是美国显示器甲半导体研发制作大厂。5号上午，总裁 Gary 亲自主持南科新厂的设立，会中副总统陈建仁嘛专程到场，并且甲科技部长、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以及市长吴伟霆等贵宾做伙见证该公司伫南科第2座显示器设备制作中心的扩建。会中除了强五底是超大型电视面板的机台，引起热情的掌声。所有贵宾嘛用金沙屏献上祝福。Opening this new facility shows Applied Materials' commitment to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ir investment in Taiwan, and it's also a vote for confidence for Taiwan'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having so many of the company's directors and top executives come from around the world shows how important this investment is to them. So I want to congratulate Applied Materials on the completion and inauguration of their new facility. We sincerely welcome the company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 in Taiwan. 应用材料公司是美国最大的这个显示器以及这个半导体的公司，我仅代表台南市189万市民来欢迎各位能够深耕台湾、投资台南。据了解，这个新厂占地5.1公顷，等于是7个卡球场的大小，除了带动台南的就业机会，嘛随着显示器在咱生活当中无所不在，所以相信未来新技术甲造型将伫市场上带动新的发展。台新闻阮自林光采访报道。属于中央前瞻建设当中，立林科技联合研究中心目前伫咧归林所练的工程进度顺利。上午盛大举办着送梁典礼，会中市长吴伟霆表示，该建设是总统蔡英文甲前市长赖清德年来共同推动的成果，强调两个人的合作实力赚真。一当前伫桂林沙仑加东土的立林科技联合研究中心，上午伫科技部长陈良基、市长吴伟霆甲南科管理局等各界贵宾的见证签名，正式完成上梁典礼。会中部长强调，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正是国内第一次为了新兴立林产业甲科技所打造的核心基地。这个联合基地除了作为我们在地这边研发的主轴之外，我们也会邀请相关的实验机构能够进驻到这个基地，而且它会建置一些相关的核心设施，希望在这里营造的是现有的立能科技可以这边一起共同的进驻研发，我想这也是国内的第一次。另外就是也希望透过立能未来对全球对立能再生能源的这种需求，把这里营造成一个新兴立能科技一个新创的机会。部长除了强调为这项未来产业打基础，市长吴伟霆嘛认为这是前市长赖清德任内甲蔡英文总统所合作的结果。赖前院长在担任市长的时候，对于绿能的一个琢磨，以及要打造台南成为低碳绿能的城市，他的一个努力跟规划。那配合着这个蔡总统他竞选的时候他有提到5+2产业，而且就任之后大力的落实，所以从这个工程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赖市长以及蔡总统这个合作
能够打造台湾未来产业的一个新纪元。智能科技联合研究中心伫各界形成的机构甲奖项，伫顺利上路以后，目前进度3成外，预计明年2月完工。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伫市府甲民间共同合作之下，持续来辅导家友会当自立脱离着流浪的生活，迎接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副市长徐玉田嘛发送着礼金甲肉粽，同时举办着义诊、义展甲趣味的闯关游戏，希望市民朋友会当发挥同理心，互一寡家友上介大的爱心以及体谅。副市长柯登伫社局副局长会同，伊将自然基金会董事蔡连峰所捐赠的价值礼金甲肉粽送予淡市辅导管理的家友，场面相当温馨。会中副市长嘛强调，只要家友愿意，市府一定会尽力辅导，互大家会当过了更较好。我想，咱的端午节要到啊吼，希望吼，伊这个节日吼，咱咱遮朋友拢会当甲。款共款吼，基本上我拢会当有安尼会当过迄个端午节安尼感觉，我想阮淡市政府社会局嘛做拍拼，希望后日咱会当伫即个过程内底会当好啊辅导互大家会当生活过了较好。根据统计，咱台南列管的家友都有200多位，其中伫街头500多个。为了互因会当脱离流浪的生活，市府透过一年一度的国历节来关心鼓励因。会中除了应景本岭村的趣味闯关体验做香包以外，同时嘛安排病院进行照电光、尿血压等简单的健康检查，互因买当欢喜过节，感受社会温情。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地检署关怀受保护管束的民众，特别举办端午节做香包的活动，同时嘛捐赠着端午关怀慰问金，予经济困难的民众。希望因会当袂记哩过去的错误，重新振作起来，成为社会上正面的力量。台南地检署举办妙香吉祥庆端午的活动，透过制作香包的过程，予即群受保护管束的民众，会当伫南台别院这个佛教圣地好好静落来，重新找回正面的力量。今天特别来佛光山的南台别院，那就有一些同学在利用端午佳节的前夕。特别来关怀他们，也希望他们借由跟佛法的结缘，能够产生向上的力量，多关怀周遭的朋友、家人。那另外也能够产生正向的能量。那只要他们有这个坚决的态度跟决心，那社会上一定会给他们有美好的未来，跟一个宽广的道路，迎向一个美好的未来。也祝福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有美好的未来。那家庭幸福美满。南台别院的住持满洲法师嘛鼓励因爱袂记哩过去的错误，对即马开始学习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在昨日、今日、明日之间，今天最重要。把握今天，就是把握了生命。就从今天起，大家认真做好事，认真说好话，认真存好心，做好人，给人信心，给人欢喜，建立起自己的人生未来的无限的希望跟光明。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凹纸动作，但每一位学员都相当用心在学习。希望借由做香包的过程，互因会当重新找回单纯的心。台南新闻网记者采访报道。端午节将要来到，长泰教养院新市婚姻伫6月4号即天，提早为服务对象来准备了一连串的特色活动，嘛准备了真好食的粽，要互长期住伫咧机构的服务对象，拢会当感受到过节的气氛。长泰分院服务的对象拢是中度以上的智能障碍者。超过一半服务的对象已经伫机构生活超过10天以上。除了甲家庭的联系以外，长泰分院对因来讲，等于就是第二个家。近年来，因为各种因素影响，捐款减少，伫机构经费有限的状况下，教养院永远坚持每当带领大家做伙欢庆端午节，希望伫这个重要节日当中，拢会当互医生享受欢聚的幸福。讲到端午节，你会想到什么？
黑色衣服的那一位最快。来，你们有想到什么？讲到端午节。想到什么？今天是我们常态新式婚宴办理端午节活动。那我们主要是要让我们的服务对象，然后认识端午节的由来，然后让他们享用那个仁德厅商会赞助我们的粽子。义方表示，这次的活动会当顺利进行，就要感谢2021年大台南市区会长联谊会的热情赞助，让医生会当感受端午佳节气氛。也因为有社会大众的爱心关怀，才会当让教养院有能力持续服务，照顾机构的大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近年来，石鼓文化创意园区不但针对区内旧设施进行创意改造，这届推出的幼儿体验馆真适合2岁到5岁小朋友来佚佗。内底设施有瀑布滑梯、空中吊桥、跳跳床等等，丰富的设施，让记者会现场抢先体验的好朋友，拢算甲有够欢喜。对透明美丽瀑布滑梯溜落来，每一位小朋友拢笑甲有够欢喜。为着要让爸爸妈妈会当有一个带囡仔安全佚佗的好所在，石鼓文创园区特别打造了一间室内安全幼儿体验馆，规划予2岁到5岁小朋友来耍，而且四周围也由长隆大学美术系学生进行彩绘，也做出古水的空间。那我们的幼儿体验馆是针对2岁到5岁的小朋友，那可以进来做体验。那里面的设计呢，除了有我们以海陆空3个主题方向作为我们内部的设计，包括了我们的瀑布滑梯，还有我们的丛林系列的天空之桥、独木桥以及空中之桥等等以丛林为主题的那个陆地系列。另外还有我们天空系列的这个天空之城最高的一个溜滑梯，在我们幼儿馆里面的。那希望呢，透过这样子游戏的过程，可以让小朋友训练他的一个左右脑的协调，还有全身的一个肢体协调。另外呢，在挑战的部分呢，也训练小朋友独立跟那个担当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的设施里面都有一些难度，让小朋友可以挑战自己，然后来克服困难。那同时呢，我们园区呢，在针对5岁以下的小朋友都是免费入园的，所以呢，也期待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假日的时候呢，丢掉3C 产品，一起入园来进行我们的亲子活动的体验。幼儿体验馆虽然设施看起来拢相当的悬，但全部拢是以安全为上界优先的考量。现场抢先体验的小朋友也算甲有够欢喜，想要让精力十足的小朋友好好活动一下，就当来到石鼓文创园区上界新的幼儿体验馆。台湾新闻网站采访报道。现任台湾艺术家、法国沙龙学会副理事长陈纯真。选择转来到故乡台南开个人画展，为伊60岁生命留下记录。陈纯真也画作融入了侪无同款的材料，相当的多元趣味。透过镜头，咱做回来看卖。自细汉就介意画画笔的陈纯真，一直到大汉工课家庭拢稳定以后，才开始学画图。对国画到素描到油画，已经投入画图的世界将近30档。那时候是学国画，学了大概有
将近7年的时间。那我觉得我一直没有把它画了，让那个画感觉是深入那个其境的感觉。所以我在去那个是那个补习，就是一般的补习班学了1期的那个素描，也在那里学了水彩。然后后来那个老师跟我讲说，其实你可以画油画。然后我就开始画油画。我觉得画了油画之后，我觉得油画是很缤纷的，它有很多原料，让你可以涂很厚。那我们画水彩，它只是可以淡淡的加了水分。那个油画，你可以做很深很深的肌理，让你感觉就是你真的融入那个里面。这也是让我开始爱上油画。那画油画到现在大概有22年，加上我前面的几年的那个国画，可能将近30年的时间，我都在画画。因为介意做侪无同款的试验，所以陈纯真会伫伊的创作当中加入水泥、布料、气泡纸等等的材料，最后出现的成果也相当特别趣味。那个媒材里面有布料，也有一些是用木屑、矽利康，还有水泥，还有气泡纸，还有海苔粉。好，那个比如说水泥的话，如果弄了太多的水分在里面，或是说涂了太多水泥在上面，那整个画布是会呈现变形的，就没有办法做成图画。这是我在做复合媒材里面比较碰到的困难哈。那如果是布料的话，因为布料它有很多原色在里面，原来布的颜色，那我们在作画的时候必须要把它拉跟我们想要的题材、想要的图案，把它呈现成一幅画。陈纯真的创作不但特别，而且数量也真多，更加重要的是品质相当的高，真侪届拢入选到法国沙龙比赛。即马转来到故乡台南展出，就伫咧生活美学馆第2展览室，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错过。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8度至3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真感谢观众朋友来收看到6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主客，咱再会。